就有兩隻腳磨咪得咯，黃德南。係啦，都叻仔，盡量清咗佢。我喺度集中啊！好，我當你真嘅咯。我哋開始唔好你啦，啲比賽係咪啊？咁啊，發球同阿謙唔好同佢打機啊！你好，唔好以為我唔知你兩條友啊！打幾件啊？打幾件？不過我都多下唔對添，有邊個係9號會去比賽嘅？唔緊要啊，唔緊要，問佢。我講埋最後一樣嘢先啦，跟住食埋。好在咯，你好，你起身搞掂啲泥嘅搞，你起身啦。你冇去出街啦。起身啦，有啲得啦，老型啊，蝦頭啲水啦，都食㗎，蝦頭你整水啊。好啦，爸爸唔得就有㗎啦。好啦，企起身，未開波仲有10分鐘，不過我真係要好清晰啊，你哋。阿謙起身，係啊，阿謙起身。爭兩個。最驚我過嚟啦！好開一開會先啊！全部都跟咗件場1至2年啫，而家少啲。打得唔得啊？落嚟？等下落嚟，好先啦。好啦，排啦，再走，唔緊要啦，仲有10分鐘，我等埋你哋。傾陣偈先啊！咁你着好對鞋先，得未啊？最後一場滑嘅頂級，所以現場問咗你哋先，我已經快啲嚟。現場咧好密嘅，有一場對你，想同佢照攻，走佢先。進攻舉手冇所謂㗎，即係同佢鬥攻舉手。因為我哋加油加油，向前啊！先可以。我都唔係一定要贏。好，進攻嘅舉手。一個。好，應承得我進攻嘅，最後12分鐘啫，落得場嘅，跑進去，好嘢，真嘢，頂住，因為你追實佢，唔好望住我，望住個人。28啦，燕平，清。頂落最後，第3個。如果我一換佢，我應該係會拆佢先嘅。咁你打翻嚟。好嘢，好嘢，好嘢。
咩時候手撳呢個部位 ？Felix。加油啊，老人！阿信，你好 defend， 你出冇出腳，係啦，冇出腳，都話冇出腳啦。唔緊要，搶翻。見到佢失咗個位要慢慢推翻咯，但係你一定要推佢，一打一嘅時候一定要過佢，唔好再搞大家嘅，其他人就盡量上前㗎嘛。你冇記住，每人都可能得3-4分鐘嚟嘅啫，但係要搏嘅。新界加油啊！新界。係好辛苦嘅。係啦。咁你照用手就。第一個點，第二個點，俾啲力，我都話左腳，乜唔係鏡水嘅嗰邊？幾大號？你有機會出去都係頂。加油！開陣，你個重任好大。我境內一唔夠，你就係打最後。正我哋都 ready 嘅。如果我哋真係萬一有贏波，其實一球你出去就係啦，人哋唔好咩有波就算個波喺度嘅話，成分要踢開，你就係做翻呢啲粗嘢啫。好似你平時踢波咁，冇你2蚊就2蚊。差唔多到你哋就中間啦，你哋話要一齊走㗎嘛？你加油啊！打出3個俾人過檔。麻煩U12男子拖拖地，請立即到3 B 場報道，而另外 U12男子嘅東方同埋新都會聖象小學都可以去到3 B 場報道。係啦，快啲去人翻嚟，快啲歸嚟。係咯，我揸住仔入
係，所以啲鬼仔咪有啲你都傷，但係好唔傷佢又。喺度我呢麻煩 U10 男子 U10 男子 NTFC 請到二波場報道，請到二波場報道。麻煩 U12 女子 U12 女子小魔女子請立即到二波場報道，二波場報道。哦